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全民學中醫。今集嘅主題係心病也能新藥醫3疑神疑鬼膽失常。今次咧介紹一種情緒病，叫做強迫症。患者咧做起事上嚟咧都係反覆咁樣考慮，遲疑不安。一件事明明做錯咗啦，又馬上感到事情未辦妥，心入邊忐忑不安。譬如明明患者洗乾淨咗手啦，但係心入邊總係覺得手仲係好污糟，於是重複又重複咁樣洗手。又譬如窗門已經閂好咗，但係患者出門之後咧又唔放心，要翻屋企檢查下。咁發現窗門明明已經閂好咗啦，但係當佢再出門嘅時候咧，又不由自主咁樣擔心窗門有冇閂好。又譬如信件寄出咗啦，但係患者又會思疑信封未貼郵票喎，又或者思疑咧地址寫錯咗，因此十分焦慮。總之，患者咧成日都疑神疑鬼，總係覺得已經做好嘅事情咧未辦妥，要重複又重複咁樣做。患者係咪知道自己唔正常呢？其實患者係知道嘅，但係始終身不由己，每次疑心起嘅時候咧，唔將事情重複做一次咧，一定係唔安樂嘅。喺中醫嘅角度，呢一種病態到底係咩一回事呢？《黃帝內經》咁樣講：膽者，中正之官，決斷出言。一個人做事疑慮不決，原來同膽氣有關嘅。當然啦，唔係講膽生石呢一類能夠檢查出嚟嘅病態，而係講膽氣虛。膽嘅功能就有如中正之官，即係負責判斷是非嘅長官。佢正常嘅時候，一個人做事就明快決斷；當佢失常嘅時候，做起事上嚟咧就會反覆疑慮，遲疑不決啦。中醫咧就叫做膽氣虛，或者叫做膽氣不寧。因此，我頭先講到嗰種做事唔放心，要反覆檢查或者重複多次嘅病態咧，或者某啲想法總係揮之不去嘅困擾啊，我哋都係由醫治膽氣入手嘅。當膽氣恢復正常，強迫症就能夠好返啦。曾經咧醫治過一位患者，佢既有驚恐症，亦都有強迫症。佢有一個好奇怪症狀，就係佢唔敢咧行近屋企嘅露台，因為佢每次走近露台嘅時候咧，心入邊都會生起莫名嘅恐懼，驚控制唔到自己咧喺露台嗰度咧跳咗出去。另外，佢每次出門落咗街，都會擔心廚房嘅煤氣爐咧冇閂好，係都要翻屋企檢查一次，否則咧個心入邊就好唔安樂。有時嚴重起上嚟，仲要連續翻屋企2次添。佢心入邊係知道自己嘅恐懼同埋擔心咧都係好荒謬嘅，但係硬係自己咧都係控制唔到自己。咁喺中醫嘅角度睇，恐懼嘅心理同埋強迫性行為咧，係由於肝氣同埋膽氣都明顯虛損咗所導致嘅。《黃帝內經》話：肝氣虛則恐，又話膽者，中正之官，決斷出言。肝氣虛損咗咧，係會令人咧產生莫名嘅恐懼心理嘅。而膽氣咧，正如上面所講啦，同決斷力咧有關嘅。膽氣強壯就會決斷明快，膽氣衰弱咧就會優柔寡斷，中意疑神疑鬼啦。我哋開咗提升肝氣同埋膽氣嘅處方俾患者，患者食咗藥2個幾月之後咧，病情就已經大有改善啦。而家佢走近屋企露台嘅時候，已經完全冇咗恐懼嘅心理。落街嘅時候，亦都唔再思疑廚房嘅煤氣爐咧冇閂好啦。好，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全民學中醫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啦。